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0年11月16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6篇，以赛亚书第6章17节到22节，以弗所书第4章25节到第5章第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将来有要欢喜快乐。这是一个将来愿望基督徒的愿望，将来会有欢喜快乐。可能是因为现在犹原伫迄个困苦危险的中间，可能伫这个忧伤哀哭的时期，将来必定有欢喜快乐的日子赏赐予阮。以赛亚先知书的记载接续前的经文，以赛亚书66章第1节到13节，讲到上帝将来要审判万国了后，伊讲当恁看见这一切的事发生的时阵，因就会欢喜快乐，恁会健康兴盛。迄个时阵，恁就知我上主亲自帮赞服从我的人。但是我要对我的对敌来发受气，伫面对上帝将来审判的时阵，上帝应允要爱照顾伊的选民，要互因享受富裕，亲像伫老母的怀抱中间的婴仔。伫面对安尼情形的时阵，上帝就必定要爱互因欢喜快乐。除了受苦的以色列选民以外，因将来要有平安、喜乐、欢喜临到以外，上帝也是透过先知以赛亚宣布讲：我知因的心思甲行为。我要调集万国的人民，互因自集的时阵，因就会看见我的荣耀。也知迄个处罚因的就是我，可是我要留落一寡人，找因到逐国甲遥远的所在去。迄所在将来无有人听过我的名。无有人见过我的荣耀甲权能。我要找留落来遐的人，去到伫塔斯、利比亚甲真敖舍境真出名的鲁地亚、土巴甲希腊去。因要伫这个国家宣扬我的荣耀。安尼应允是上帝所赏赐予以色列的，并且要将这个福音也临到伫外邦，而且是对选民以色列将平安、欢喜、喜乐的福音传遍这个所在。耶稣基督伫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，安尼讲：耶稣行近因，对因讲：上帝已经将天顶甲人间所有的权柄赏赐予阮，所以恁着去，互万民万国拢做我的门徒，奉爸囝圣神的名，甲因行洗礼。并且教导因遵守我所予恁一切的命令。会记得，我要常常甲恁伫地，直到世界的末日。福音传到外邦是上帝的应允，不但是伫初代教会伫旧约的时期，上帝就有言着这个福音是要赏赐予外邦的。虽然有一寡教派教会常常会讲福音要传遍，
伫东方，甚至因还佫直接讲，即个东方就是咧指华人。所以因就讲要对华人教会将福音佫传倒转去伫耶路撒冷，犹太人要因为安尼来得救。因会根据即就亲像今仔日的经文以赛亚先知的预言所讲的，转来的时阵，因要对逐国带回恁的同胞，做献互我的礼物。因带转来的人，拢骑着马啊、驴、骆驼，坐战车、火车到我的圣山。亲像以色列人摕清气的器皿到圣殿去献素祭共款，我要按立因中间一寡人做祭司甲利未人，亲像我创造的新天新地永远存在。恁的子孙甲恁的名也要长长流传。伫每月的初一甲安息日，逐国的人民拢会到耶路撒冷来敬拜我。上主安尼宣布啊！但是咱爱知影，即个讲倒转来的时阵，当初时受差遣、受出去的选民，是遮个人，是遐个使徒，并毋是讲遐外邦的基督徒，因毋是叫做转来。虽然咱知以色列人得罪上帝，照着过去历史的记载，因时常杀害上帝所差遣的仆人先知。以赛亚先知安尼讲：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害着先知，佮用石头拍死上帝所差派到你遮来的使者。我偌济摆要保护你的子女，亲像鸡母将鸡仔囝自接伫伊的膝骨的共款，但是恁无愿意。看吧，恁的殿宇将来要成做真趴远的荒场。我佮甲恁讲，恁对打了后，佮也袂佮看着我，一直到恁讲愿上帝赐福奉主名来的迄位，因为安尼，因就要受到处罚。咱知第二摆圣殿被毁灭就发生伫主后70年左右，就亲像耶稣基督的预言共款。耶稣的预言，伊对圣殿出来要离开的时阵，门徒来到伫伊的面头前，指着圣殿建筑，互伊看。耶稣对因讲：恁毋是拢看见这的建筑吗？我实在甲恁讲，这个所在每一个石头拢要受拆除，无一个石头会粘伫一个石头的顶面。这是以色列人得要遭受的处境，透过罗马大军的攻击来被毁，遭受到迫害。伫安尼情景的下面，会有济的假基督、假先知所传的假信息，互以色列人继续沉沦伫受迫害的情景的下面。虽然安尼，上帝犹原会将伊的慈悲甲怜悯赏赐互以色列人，互因得到欢喜甲快乐。凡若是回转向上帝的人，愿意承认家己的信仰，愿意承认耶稣是基督的，就要得到欢喜、喜乐、得救的福音。
这是上帝所赏赐的应允，不只是以色列，嘛要赏赐互外邦人，佮要赏赐互今仔日的你甲我。咱是毋是愿意接受？或者是宁可继续伫即个困苦甲为难的中间？愿主帮助咱得到欢喜快乐。诗篇76篇，伫犹大上帝人人拢捌，伫以色列伊的名受尊最大，伫撒冷有伊的会幕，伫锡安有伊徛起的所在，伫遐伊压制火的箭，毁坏盾牌、刀剑，以及所有的武器。你的阳光甲威严赢过屯满战利品的山岭，上勇的人拢受抢劫。伊困去无阁醒，连战士嘛袂当出手。雅各的上帝啊，你一个责备，战车战马拢倒落去，无阁起来。只有你通行位，你的受气一个发出，啥人伫你的面头前徛会牢？上帝啊，你起来审判，要救地上所有困苦的人。你一个对天宣判，地就惊吓，毋敢出声。人的受气最后会变成做对你的称赞。经过你受气留落来的人，会围雷来敬拜你，着对上主恁的上帝下愿，嘛着成愿四围的人，着带礼物来献互通敬畏的主。伊要互骄傲的贵族闹气，伊要互世上的列王敬畏。恳求天父帮助阮，互阮伫面对困苦、疫情、艰难的时，会通来有仰望，来听候主你要所赏赐阮的欢喜快乐。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